李浩然議員，多謝主席。18大報告首次提出咗海洋強國嘅戰略，喺呢個戰略嘅指導之下咧，海洋文化嘅重要性咧係不言而喻嘅。但係大眾對於海洋意識咧仲係好淡薄，尤其是對於深淵世界嘅了解咧仍然係好大嘅空白。我嘅修正案咧主要係增加一項原議案當中所提出嘅旅遊發展方向，集中係借用香港發展深海科研帶來嘅科普契機，大力咧以此推動相關嘅科普旅遊。所謂深海咧，簡單嚟講咧，就喺水面下邊200或者1000米起咧向下嘅呢個海洋區域。至於呢個深海區域咧，一般咧又以水面下7000米嘅上下嚟劃分。民用科研更加多咧，係集中喺水面下7000米以上嘅呢個區域。深海區域咧，呢個總體嚟講咧，係佔咗地球表面面積嘅65%以上，海洋面積嘅80%左右。深海環境同埋資源咧係非常之獨特嘅，但係研究難度咧亦都係比較高。由於深海環境係極端啦，對探測同埋研究提出咗比較高嘅技術要求。目前咧，我哋國家喺深海嘅探測領域咧係有相當顯著嘅成就。而事實上咧，亦都唔係咁多國家咧係有呢個能力嘅，咁所以呢度咧亦都帶嚟咗我哋喺技術上邊嘅一啲壟斷嘅優勢。喺呢方面咧，既然唔係咁多嘅地方有能力做好呢方面嘅科研，亦都正因如此咧，喺廣泛嘅科普需求之下咧，就產生咗相關嘅科普旅遊需求同埋空間，亦都因而咧唔係咁多地方咧能夠發展起深海科普同埋科普旅遊。一般嚟講，喺水面下7000米以下嘅深海空間咧，更加多咧都係由國家級嘅一啲萬噸級嘅遠洋探測船咧，係進行深海科普嘅科研嘅研究探索。至於喺水面下7000米以上嘅呢個空間咧，已經係喺全球咧逐步形成咗民間同埋科研機構嘅短途科研船隻為主嘅格局。呢啲船隻咧大概一般嚟講咧係講緊係幾千噸位嘅呢啲船隻。由於民間同埋科研機構嘅呢啲探測船嘅遠洋嘅能力係比較低嘅，咁所以咧通常咧已經係形成咗一個係某一緯度上邊一個區域嘅科研，因此咧喺唔同嘅緯度上邊咧形成咗一啲嗰個區域之內嘅科研同埋科普中心，例如喺中國嘅東北嘅大連啦、華北嘅上海，仲有丹麥啦、俄羅斯啦、美國等地，以及咧係我哋香港，以至係赤道等地咧，各個地方都會有對應嘅科研同埋科普中心。香港我哋靠近海洋，有豐富嘅海岸資源，擁有絕佳嘅出海口，面向南中國海，又有喺各項制度上邊嘅優勢咧，因而促進咗科研嘅發展。事實上啊，科學園、大學同埋商界，我哋以至喺將軍澳咧喺呢方面已經係起步啦。深海咧，亦都係香港科研發展一個非常之重要同埋值得關注嘅未來領域。並且由此，我啱啱所講嘅上述嘅格局咧，帶嚟咗科普同埋科普旅遊嘅機遇。例如喺上海咧，近年咧已經出現咗一啲商業策劃嘅線上直播啦、線下探索海洋科普嘅活動，由中小學生啦、海洋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海洋公益人、教育專家等等咧，都係座上客。總計量咧已經達到關注量10萬計嘅。自2016年咧喺上海咧開咗一個臨港新區嘅科普基地，亦都取得咗好好嘅成效。除咗係好多嘅獎項上面嘅肯定之外咧，亦都接待咗全國以及係世界旅遊遊客咧係總共係5萬人次以上。至於我哋喺香港咧，2023年沈括號科考船咧訪港，引起咗熱潮，亦都更吸引咗咧唔少鄰近地區嘅遊客咧專程嚟到香港參觀，帶動咗旅遊。另外咧，仲有我哋嘅蛟龍號訪港啦，激發咗市民同埋遊客嘅大量熱情，踴躍參加科普嘅講座，證明咗人咧喺我哋人們喺科普嘅創科嘅新時代之下，對深海科技嘅興趣。目前咧，公眾能夠獲取帶有科普性質嘅深海旅遊或者係接觸深海科技嘅渠道同埋機會咧，非常之有限，無法滿足公眾對於海洋經濟同埋海洋科技嘅需求。因此結合今日嘅議案咧，我建議喺發展海洋旅遊嘅呢個過程當中，可以有意引導遊客咧喺過程當中加入科普嘅元素，構建起海洋旅遊、深海研究、海洋經濟嘅一個協同發展模式。本人謹此發言，支持今日嘅原議案，亦都希望大家支持我嘅本人嘅修正案。多謝。